我係福澤生命嘅 Rosa。嗱，今日就為大家介紹一個非常之獨特主題嘅禮堂——生命之花。咁有客人咧，經常都入到嚟呢個禮堂，哇，簡直就話身處一個花園當中啊！咁我哋亦都有設計一個天窗，有自然光，非常之充足㗎，就好似我哋買樓一樣，要揀自己中意嘅樓層啦。入到去咧，最緊要夠光猛啊嘛！其實呢條片就想話俾大家知，市場上有啲咩獨家靚嘅位置呢？之前冇買，今日入到嚟啦。呢啲中間靚嘅位置已經賣咗出去咯。咁有客人會問啦，Rosa，呢啲中間靚位置呢，我真係好中意，但係又買唔到，咁點算啦？咁坦白同大家講，呢啲靚位呢，大部分都已經被預先規劃嘅客人買咗啦。不過係有方法嘅。我哋咧不時都有客人咧係放出二手係全新而且未用過嘅靚位置嘅。咁而我想話俾大家知，呢啲中間靚位咧好多都係我哋客人持有嘅。如果你有心儀嘅話咧，就可以直接聯絡我 Rosa 啦。我可以幫你留意查詢現有嘅選擇，再話你知具體嘅安排同埋價錢。再睇玉石做主題嘅中式禮堂，色調以金黃色為主，整體設計咧係莊重而配合金黃色嘅燈光同埋金色嘅雕花咧，寓意金玉滿堂，顯得尊貴。點解靚位咁搶手？下一條片為大家深入講解，仲會分享其他特色嘅位置。如果想預約參觀、查詢現有獨家嘅靚位咧，就要私信福澤生命嘅 Rosa 啦，我親自為你跟進。拜拜。